喺繼續介紹呢間5星級青年宿舍之前，唔知大家覺得依家嘅我有冇瘦咗呢？快啲話有啦！因為我最近開始食咗呢盒 College G 嘅 Kale Cut 減肥啫喱，我話俾你聽，超級有用。我自己用咗短短1星期實測啦，喺正常食嘢同埋冇運動嘅情況下呢，我係瘦咗1.2 kg。期間咧，我仲要飲咗2餐茶，食咗個韓燒，仲去埋 BBQ， 宵夜咧仲要係 M 記再加埋糖水，做到呢個成績咧，我係超級驚訝。咁點解做到咧？我講下啲悶嘢先。因為餐前配合 Kale Cut Jelly 嘅海綿吸油技術，佢有超強嘅吸附力，可以將腸道中嘅澱粉啦、糖分啦、油脂啦包埋一齊，然之後咧排出體外，而且亦都唔會影響食物本身入邊嘅營養吸收。其實減肥咧，只要做到消耗熱量大於吸入熱量咧，咁就可以輕鬆減重噶啦。而 Kale Cut 咧內含美國專利白腎豆萃取，係天然嘅澱粉阻隔劑，餐前食一條咧就可以阻隔66% 嘅澱粉吸收，同時促進埋甜食類產品嘅代謝，減少脂肪嘅堆積。即係咩意思咧？當食一碗白飯為例啦，正常一碗白飯你係會被身體完全吸收嘅，但食咗 Kale Cut 之後咧，你只會有1/3碗白飯係俾呢個身體攝取嘅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即係你減肥咧唔使再特登戒口啊，可以食翻正常份量嘅飯啦，得閒食下糖水都唔會再有罪疚感。平時咧就每日食一條，食放題啊、韓燒骨咧就可以食到一條打底。同埋咧，其實佢係一條梅味嘅啫喱嚟嘅。老實講咧，佢係幾好味嘅，當佢餐前零食咧都係可以嘅。一陣間食飯食定先。而之前咧都有第三方嘅檢測機構咧報道 Kale Cut 係可以控制升糖咧達70%，亦都評級為最安全嘅等級，係萬寧安全同功效最好嘅推薦。嗱，我諗呢排啫喱咧都係最多 YouTuber 推薦嘅減肥產品，真係信心保證㗎。而我最近咧都帶咗呢盒嘢去沖繩旅行，喺旅途中咧暴飲暴食，去完1星期旅行翻嚟咧，都係重咗0.3 kg 咋。呢個產品喺萬寧有售，